再来看，之前桃园铁路地下化滨镇南端的引道，什么时间火车要驶出地面，引起争议。经过民众的抗议，县政府即马确定讲，地下化要搁沿1.2公里要过第66线才驶出地面。今仔桃园市政府跟交通部等单位嘛去现场会勘。透早上班时间，桃园滨镇中丰路66号快速道路匝道，甲附近的车路塞车是塞甲。原本计划成功路边交道，配合桃园铁路地下化施工，会永久封起来，在地烦恼交通的大塞车。伫尾2早起，就市长甲相关的单位去现场会勘。出土移到台66线以南以后，在地的交通，还有尤其是施工期间的这个交通情况，要怎么来疏解哈，来做一个现勘。朝着往南延伸过这个台66线的方向再去走，但是因为相关的程序跟处理，我们是希望说，以这个原来的计划修正的方式。针对桃园铁路地下化，滨镇南平引道要出来地面的这个案引起争议，确定要向南平刷1.2公里，过台66线才出来地面。有修正甲重新启动2个方案，目前认为修正计划上届下时效性，因为铁道局预估向南平刷的费用是增加115亿，有议员要求前市长郑文灿负责。原定这个工期的时间是要到119年，那我们现在南移到这个埔心过66这个地方1.2公里，在我们的环评的话是可以跟我们区段工程同步来进行的。郑文灿市长当时担任市长的时候，他拍板定的这个案，最少要延误了大概2年2个月的时间，然后还要增加这些预算，应该要由行政院全数来支付。针对附近塞车的问题，交通部表示，2月份高速公路已经有开放路径，消透上下班的车流。不过66号快速道路嘛有东西向的车流，是属于地区性的交通，而且公路总局甲市府交通局整体检讨甲改善。另外，针对临时铁基路施工，新公路边交道要是要暂时封起来9个月，嘛按算要租民用地来代替，解决交通塞车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